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韩的女子团体 TWICE 伫高雄2天的演唱会结束了。早起一透早为小港机场离开台湾，真侪歌迷天也未光就走到机场去送机。讲昨昨日这个周末，除了 TWICE 之外，也阁有摇滚天王500的演唱会。经发局的统计，超过18万的歌迷到高雄港岛去听歌。这波的演唱会创造超过5亿的观光产值。这次回台湾，我们很开心。好望着等来台湾有欢喜无，足足点头，随后甲团员做伙出境。南韩的女团 TWICE 结束伫高雄2天的演唱会了后，今仔日早起6点坐飞轮机离开台湾，未朝未将天也未光，就到机场里等。我们有睡1小时，他没睡，对，太亢奋了。昨天非常好看，一开始的时候眼泪就已经有点封不住了。有未将替应援小问，有人传台湾的新小话被送给 TWICE。将结束演唱会了后，TWICE成员某某也伫社群顶馆标注祖祖甲莎娜。大家摕饮料干杯，随后网友也找出着这间饮料店，未来这间店应该拢爱排队啊！这2天演唱会也为当地商圈带来商机，经发局发放夜市馆、六合夜市、凤青夜市、甲盐埕埔夜市，人拢叉叉叉。我们这个摊商跟人潮都持续的增长，至少有30%。本土的天龙500嘛，伫子弹咧摇滚，互阮的来客。比上加了3倍以上。摇滚天王500也伫高雄开巡回演唱会，高雄整体场馆拢有表演登场，隆重吸引超过18万歌迷，估计创造超过5亿的观光产值，让演唱会效益更延伸到夜市、餐酒馆等。这个活动，互高雄的整体甲商机蹭甲抓袂牢，演唱会经济也带动高雄的观光甲社区魅力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